天光正開眼，今晚會死嘅係佢。嚇？點解？俾你冇胃炎嘅酒啦。哦，好啦。佢死之前出現過呼吸困難，唔肯食奶，喪咳，成日攰奶奶，早晨。甚至面色發藍。我未有頭緒。好，咁而家天黑啦，天黑請閉眼。我喺邊度啊？我做緊啲咩啊？點解我心就痛翻嘅？今晚死嘅係佢，所有謎底已經解開啦。吓？我好人嚟㗎喎。兇手就係可以引起肺炎嘅肺炎球菌。冇錯啦，感染咗肺炎球菌可以令 BB 呼吸困難、失去食慾、咳嗽、疲勞、面都難買，仲令老人家精神混亂、呼吸急促。慢性病例如心臟病、糖尿病突然惡化，無論係 BB 定老人家都會有死亡風險。就算好返啦，都有可能會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呢啲長遠後遺症㗎。要對抗呢種惡菌，其中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打肺炎球菌針。即刻揾醫生了解下你需唔需要接種肺炎球菌疫苗啦。